獲取財產係好簡單，確保順利過戶。真正的規劃就係喺度開始。喺同高淨值家庭 （high net worth） 合作嘅過程中，我發現到一個常見嘅法律，人哋喺購買物業上投入好大，但係規劃呢啲物業點樣傳承俾下一代？第一，物業不能即時轉讓，如果冇適當的架構，你的家人不能立即取得物業嘅所有權。第二點，法律程序無可避免，遺囑完成、文件處理、核實法律程序，你的步驟需要時間，涉及多方，並且需要重大嘅費用。第三，多個物業等於指數級複雜性，你擁有的物業越多，轉讓就越複雜。如果複雜性未能處理好，將會成為你嘅遺產的風險。物業唔係只係一個資產，佢係一個需要有計劃嘅結構。先安排再安心。我係 Jenny， 你嘅家庭同埋商業繼承顧問。